各位車迷大家好，由6月18號至到22號，香港比亞迪正式進駐亞洲機場博覽館7號館，參加我哋2026國際汽車供應鏈博覽會。今次車展會帶嚟最熱門展車陣容，有純電，有插電式混能。咁今日就等我帶大家嚟率先直擊啦。首先係首度喺香港公開亮相嘅插電式混能 MPV BYD M9 DMI， 佢係一款將家用 MPV 嘅續航焦慮同豪華舒適同時拿捏到位嘅陸地頭等艙，讓全家人長途出行都鬆容又享受，重新定義咗新世代豪華出行嘅標準。另外，亦展出3款極具人氣 SUV， 包括家庭車首選 BYD Sea Lion 7、城市出行之選 BYD Atto 2同 Atto 3， 及最近人氣度極高嘅純電房車 BYD Cielo。仲邊少得最新插電式混能比亞迪 Sea Lion 6 DMI 呢？佢以電為主、以油為輔嘅特性，可以令到佢低油耗、高續航。續航里數可以高達1180公里，全面解決咗用家嘅續航焦慮。除咗豐富嘅展車陣容之外，我哋仲特別推出咗限定禮遇，指定型號現貨可享專屬禮遇。6月18至22號，記得嚟呢度揾我啦！把握今次車展購車禮遇，切勿錯過。我哋會場見啦，拜拜。